太人久等，老夫得罪了。哪里了？下官见的李家公子对京上到来，总敢前来拜访啊！地府太人嘅消息好灵通，佢夫妻也系嘟嘟张转来啊！夫妻这实不相瞒，老夫也不曾见过他两人，已经匆匆到来。又有太师爱办，故说老夫很爱刺激两人，以便增加。哦，应该嘅呀！哎呀，本港也做得推出正义，分片一个增加咯。好，来人啊！在有请公子夫妻。晓得。娘子随我来呀！官渡此刻断一线，乘风旧事来出水帘。安康身份图一点，只希望英雄阴天，只希望英雄一点。不赢呐，共发千万多思量。参见出状，快来见过地府太人。见过地府太人。不敢，同朝为国，不敢记账咯。副台为准，请。哎呀！多门啊，冲啊，历来太呀多啊，多用啊，来用啊。有啊，多个啊归啊，迷蒙来自啊中，多美呀风啊！地府太人，你看这两人像冒充的吗？机智行通能培养，
这天生风骨嘛，真冒充啊！老夫也是安用认为。娘道前去啊，你笑做嘛？我有礼貌啊！唉，前景小子，笑不如此，行不通权啊！我卡做电话讲，唉，做人讲八百遍的，这个汤你啊！啊，畜总，小生救离家乡，希望畜总见谅。不知畜总劝来身体可好啊？好，老夫爱呀！孤身书中土司公，夜郎风霜两鬓霜，吃亏3年多一顿，不计强春少年容。也是当年该呀哈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西在沙滩上。啊，畜总啊！阳光残烟多一顿，兰花多了不该香。讲得好，贤侄啊，你来看，你呀是嘛该？一副千金，一夫千金，马该府儿买按贵呀？就问贤侄才5百斗，何敢顾见？请问贤侄临尊太人，常老夫俩一副千金牌匾，有何用意啊？哎呀，红门偏中原，中流失山，一副千金，父乃是俘虏，佩戴腰间，可以土豪，南方称为妖族，可比东西虽然强为，用到时十分的宝贵呀！我父亲在为难之时，蒙畜总出书相救，感恩才是，所以正以畜总掠一夫千金，以表情义无价，永不相忘啊！不错，讲得不错，贤侄强错。恰李夫人，本地府得以上联，苦无下联相对。今日上场要给李夫人赐予下联咯。啊，对联呐错。啊！啊，要上联去嘛，天上月，这位水中月。好，此联唐来平淡无奇，其实暗藏讥讽。列天上月，给水中月，自个是强一阵嘢讲，一时一发，难对呀，难对呀。千年，嘿，新宋年，年前年，嘿，新宋
赏你。眼前人是心上人，也是乡人啊！李夫人，高言高才呀！我答对了呀。天赐啊！此花言，听啊听啊，一用手啊口，几嘛心嘛。历史从那次天公菜呀，不可呀，云啊我3年民啊。因此，令尊大人当然以外有约定，既有调为贵重物品，不用在他的家乡，起码个东西，因此应该比外清楚。令尊春风爱的也有一件琐事，今日俺就无归言主。少事，没讲三事吧？来人啊！在将老夫给包合起来。遵命。呀，这首诗是做嘛个用计呀？实不相瞒，你呀，是当年老夫老李太人的一个约定。约定嘛，老爷，老爷太师不好了，刚才有人老说是抢这位，马街抢这位马萨黑马萨，没事事啊。来人啊！马上将抢手事之人作废，还有将亚为所有人呐！啊！遵命。太人，你呀，马个意思啊？下岗疯子作人，疯子李文峰接旨。万岁！奉天承运，奉天奏业，翰林演变修李文峰，三礼之书，为建东门院，kind通国库，是为国策，欺君罔上，其罪当诛。这里江南第一，请拿李文峰等一干人犯，不惜什么，明日之母高冲征伐。且慢啊！且慢！文凤有一事不明，强告太爷。讲，文凤出京之时，老天下约天帮你的期限，为何帮你怠慢？共法无顺法呀！讲你昂啊，你还没普通的昂啊！我看你啊，只爱死嘞！我这本你是个明明白白，想当年啊，反干当天，这太师啊，天色改
天，满朝文武哪一个梦想的巴结太师，求一个升官呢？太师啊，明日的父亲将了国库军器转到他的名下，系我的恩师，我老记前来告假。马沙的，我的父亲啊，哼，竟敢用风引为，将了30万两黄金偷偷的运出上前去，害得那个恩师啊，对太师的面前差必须的高不了彩。你讲的呀，我的心上为了这件事情，差一些的人头落地，那咩啊，朝廷风云突变，太师失败必诛，俺是个前场啊，就拆拆呆呆踢嘞。按人讲，我父亲也有恩义往前走，不过他安尼含风一动的催眠，早就应该发出负心啦。啊，讲真好，讲了真好，这因为啊，我的父亲一听到嘞，我的父亲那么死，我的恩师就爱死，也万岁平从，无法离国，有了太子前来监国，我太师强怕事情前来败了。之后嘛，先下书为强。哦好，爱面拍了。明拍之后，来人啦！拿下了。父亲心事给没有听啊，山东的喜气，梦境起梦境。虽为你家，岂用见平啊？心中有愧对恩人，对恩人。陈太医，你要望见数目错么？已经冇问题，都好30万两黄金啊！这就麻烦陈太医阿辉经上咯。你为嘛该不自家亲身送黄金回转经商呢？这不瞒你讲，我利用他们代替我的身份，恁的份上尊严的，怎能得气度所事，气为风纪？只不过因此害死无辜之人，我心痛难安，故所我想要救出此人。唉，
想不到你还有情有义啊！你放心，这条风景，我一定会送到太子的手上，一定把你立家一概清判啊！多谢太医。天王，天王啊！感动我银色思呀怒汉悲伤泪洒。我哋嘅想啊，佢哋唔係愛恨你，係愛害你公子，係愛允許好，是條老命。